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也是节目的前半点钟，向下嚟台东路也关心长期照护也下嘅情形。国家发展委员会就去年嘅人口来判，台湾老人家嘅人口比例到明年会超过14%，会变做高龄社会。到115年，怕会有20%国家喎，5年都有一代老人家。到时间眼会同日本同样变做超高龄社会。社会主体会变啊，越来越老诶。故所政府各单位开始推动无共用嘅照护服务。从民国94年，内政部推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97年开始，教育部推出用学习为主嘅老龄学习中心，3年系长照10年。去年底，政府ក៏推出長照10年2.0嘅升級版長照 ABC。不過到今可能韓國多年唔知呀 ABC 係代表乜嘅意思哦？要按到乜嘅服務呢？還有用嚟嘅長期照護，能係請合乎民眾嘅生活同需求嘅呢？向下嚟看啊，老爺嘅長照 ABC 睇做到嘅乜嘅效果應用嚟呢？翻山了。國語歌劇過來照碟下，天橋風看下過去萬乃弄尖牆，安尼建設喺設上弄係農業人口嘅綠野鄉，每一年弄看得到。唔過為一片土地帶來生命嘅農民，3年4年嘅路誒，願可將做得喺過程當中去討攤今年無體嘅青春。太廟下一次都係農民療養嘅蔬菜。下晝2點過後，還係有幾下村民來到一隻邊打嘴鼓行起嘅。唔過等等身體功能年4年嘅退化，將睇貓平療養，早就無法度滿足也到老人家嘅需求嘅。6年前，我們也透過這個所謂的一粒麥子基金會，跟衛福部這邊成立了就所謂的復健中心。所以由於復健室的一個成立，在去年啟動了所謂的長照計劃，也剛好我們有一個公有廳舍，這個所謂的老人會館，它的面積是非常足夠的。今年長照2.0，整合型嘅照護點開始做誒，服務項目對過去嘅8項增加到17項。服務對象包括太多50歲以上有失智症嘅人，還有65歲以上公約嘅老人家。服務人數增加到73萬人，獲得由老人會館提供嘅一定法嘅使用空間，解決了實長照點最難嘅空間無賴問題。綠野鄉順勢成立嘅東埔第一嘅照護點。鹿野日照跟鹿野 ABC 這個計劃，同時在去年12月16號揭牌啟用開幕這樣子，所以從那個時間點，我們就是鹿野的長輩，我們各管會去看鹿野的長輩他們的需要，那適合到日照的部分，我們就會協助他來到日照。目前是收託有8個長輩在這邊。照統計，104年。鹿野鄉嘅總人口大約係8000人，65歲以上嘅就有1621人，企係20%，做得講係超過年嘅鄉鎮。今年嘅6月咧，老年人口又增加係124人，按年照顧嘅人一年又比一年還卡多誒。因為一粒麥子在過去的經驗裡面已經服務老人很長的時間了。那在服務老人的專業裡面，包括居家服務、交通接送、送餐的部分是比較有經驗的。那主要是因為我們有關山日照的一個經驗3年多，那比較敢說在成立一個新的鹿野日照的時候，可以把過去的經驗移植到這邊。因為老人會館嘅空間，這個結合1.2萬嘅基金會同台東基督教醫院日間照護韓國復健中心嘅資源，故所鹿野鄉有能力來執行長照2.0嘅計劃。不過也同2007年嘅長照有乜嘅冇相同咯。
以前的老人家，卫生局他会审核定给他服务，比如说他需要居家服务，他需要交通接送，他可能需要复健。 诸如此类，可是他接到公文之后，老人家这个家庭他要自己去联系各个单位，那这当中会非常的辛苦。那2.0很不一样，是因为它配置了各管员，所以一样公文接到之后，就会有各管人员协助他去联系所有窗口，而不是这个家庭再去很辛苦的自己找这个资源找那个资源。在卫福部的资料来看。 对2007年施行的长照10年计划，抢17万到18万人有接触过服务，抢卡的按人看顾的老人家的30%。主要的原因就是有需求的人唔知啊，要去哪一边寻到资源。也把的长照2.0就是要将照顾服务对系统变做系主通。 在电视上、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长照2.0的简介，可是那个是针对现在的时下的年轻人，会看电视跟会使用网络的人才会看得到。可是，在乡下地方的话，有一些老人家他根本也不会使用网络，所以其实他们对长照2.0是非常陌生的。那借由我们的访视，我们去看过他们的以后，针对他们的需要，把长照2.0带到家里。 要将照顾带到不卡去，安尼政策将会是亲得到、看得到、用得到的服务，也把长照2.0照需求的长度无相同，分级按制分别出来 A、B、C 3个点。较低，系较悬的，较悬的，16块，你较紧张哦，卖过70哈。我们 A 站的功能里面，除了我们既有的日间照顾服务，那还有居家服务，还有交通接送，还有送餐的部分。嘿嘿。欢喜的天地音乐天堂，3万的连航路，伊喺盘公雄，16年前因为糖尿病，有叫嘅脚趾头以下，弄记体咧，长期弄喺伊嘅人血。 虽然马苏多长照1.0的照顾，不过喺 A 点成立以後，每日拢會有專車接送佢到日照中心，日咧就加117。还没化妝呢我。潘先生的话，就是他没有来日照中心以前，其实他在家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像来中心这样子接触这么多的人群啦。 那他来到中心之后，其实也充实了他的生活，因为他家里没有电视。然后我跟他说：“你在家里都在做什么？”他说：“就看圣经啊这样子。”那他以前在中心的时候，他一开始来，他走路其实不是很稳，而且要靠拿拐杖。那因为我们今年有导入一个多元辅疗的专案，那目前他进步的状况是到说他可以不用拿拐杖，就靠着他的意志，然后就直接这样子走。 太好的是等小碌碌嘅飯菜，食到游來游去。我們盤公雄講好什麼？佢講有家的感覺。哦，有家的感覺。哦，為什麼會有家的感覺？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樣。那我们的 A 站点功能就是我们这边提供一个像托老所这样子的环境，就是舒缓他一个照顾的压力这样子。那也让长辈可以来到中心去接触其他的长辈。 嘿，然后参与一些中心的活动，让他不会在那个认知能力啊，或者是一些生理的能力治理的部分，不会退化的这么快这样。服務嘅項目增加嘅範圍擴大嘅，唔過也下 A 點安排嘅空間，將使用把你老人家，如也向嘅鄉中就認為係限制太多嘅。站在 A 站来讲的话，它是针对我们失智失能跟独居的无能力能够照理自己的这些长者的一种的照料，但是那个限制会比较严谨，而且是很范围是很小的，因为我觉得说应该是还要在更广阔的，借由这一些的资源，能够再把它的资格限制再放大，事实上能够再把下面的有需要的或者在边缘部分的这些需要照顾的长者，能够再纳入进去。妈，你好。
哦，好来，做伙坐。那你今仔日敢有去做福建？那你敢有去做福建？有无？做福建。做福建。过去是喺台东基督教医院做过护理师的杜佩兰，系 B 点照顾管理的评估专员。因人物卡奉仕了解需求，係其主要工作的其中一項。我觉得 B 站的成立对在地的老人家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因为它可以借着 B 站A、B、C 3个站，它可以把在地的一些资源做很好的整合，然后做适当的转介。一家一家的拜访，將會了解下那多的資料，故意來做評估。按人照顧的人，將會得到下那合乎需求的照顧。我们去访视个案的时候，我们会针对他的需要去做全面性的评估，看针对他的身体状况，如果是需要医疗的部分，我们可能会转介居家医疗啊。那如果是预防保健的部分，我们可能会转介就是在地的一个巷弄站、西站点。像董主头我买入去订餐嘛，哦，安尼董主头我上班愈高价嘛，高方便嘛，唔是受益，像伊身體唔好去的。我都唔是受益嘛，当主头有好事啦。88歲正中風險阿伯婆，本單就有提供從這1點人的送餐、洗身也到許多不卡的服務。睇2點人奉仕員的評估過後，佢嘅照顧係那升級的。我們去做復健，去做復健，去做復健。去做復健。哎，我們去做復健。哦。你起這個，起這個，好來。做還沒去做福建呢，還沒有做福建呢。哦，早上沒有，我看都沒有人。今天早上沒有。拜1到拜5，農委有物理治療師來同鹿野的阿伯公、阿伯婆做復健，當做12點，阿伯婆早就喺門口等等的。像也下有安尼吼，佮做得來做復健也得吼，唔會感覺安尼較好嘛？佢好哦，真好。用的好喏，好用的。方便唔是胡炒幫啊哦，那萬一是做事唔怕，真嘅，又唔是健保卡，以前冇，以前那本醫生看啊。去唔方便，迄陣冇安尼，想到去唔方便吼。這老人家唔方便。行嘅都唔平，又唔識事啊！啷他們好下多㗎？啊，咱你跳多啊！你跳多啊，唔算多啊，我就按多做。今日唔講嗌做身體顧好做好嘅啦。那我調一擺。哦。也就按自身的老人家來到的B點，應該弄變做一定談話的聲音呢，乖乖的配合所有復健的動作。他家實況下道道地地，所有的酸軟痛、輕重就冇按艱苦誒。那 B 站這邊的話，主要是負責居家醫療，還有居家護理，還有社區復健這3個部分。當然還有整合其他的長照服務項目。那比較着重的會是在居家醫療、居家復健，還有居家護理的部分。這些長者要復健的時候，他的小孩可以非常放心，而且是就近的，就在我們鄉內，不用千里這個舟車勞頓，又還到市內的大的醫院去。事實上，很多的小問題應該也都是能夠在鄉內就近能夠來做最大的一個照顧。實整合片的關懷點雖然一定貼心，不過我有人決定萬人有資格去到 A 點，我就係接受其他點的照顧服務。唔過喺將軍由90萬平方公里安排的鹿野鄉，負責審核安置的奉仕工作，請杜佩蘭一連人去做，需求同人力偏重強，接上好幾行道兩腳冇搭梯，行做唔得下山。這是一定的，因為整個鹿野鄉光是失能的個案的話，需要被服務的就有1700多人啊。那我只有一個照專，那平均如果說我去做訪視評估的話，訪視評估一天頂多是5、6個個案。午安，走吧，帶我們看看你媽媽、哥哥。嗯，好。
又唔是说多。你该做的歌，该做的风风安样样啦，吼，你会好时髦呢的呀。你是记无？你第几个马上无？记该你又来考你哈。该不去给他帮你拿的吼，哎呦，那是大媳妇吗？系吗？那去大媳妇吗？欢喜啦哈，做会欢喜。系啊，又买记得来点讲，记得咪填收。一年們就叽叽喳喳，無睇無聲，同老人家有講有納，看得出今年嘅交情一定好。也有人係承接長洲市站工作嘅鹿野鄉健康促進協會嘅成員。鹿野鄉社區健康促進協會目前接了2個西站點，第一個是瑞園西站，第二個是新豐西站，待會我們可能都會去看到。那我們接了這站點之後，我有跟上頭報備，我不可能等你們來，既然我們願意開站，我們就希望這個立即的就可以去執行，而不要站是空的，人到位，這個不具任何意義。那西站點它主要的工作項目就是在預防跟減緩老化。对，那在西站點有很多元的活動，對，在借着大家一起參與還有互動的過程中，其實可以讓老人家的身心會比較開闊一點，對。然後身體也會比較健康。協會喺90年開始就參加關懷店嘅工作，入到該錯體嘅家庭去。頭同年呢接觸也有人一定知啊，那條家庭可以去關懷，都好補助嘅風濕人唔來問題。現在這個一個人可能是示範期，他只有一個人單向一個，那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是明白的講，請你不要客氣。我送上去的案子，你立即安排。你安排了以後，我們陪你，互相支援。對，這樣才能。其實我們不需要做到這樣，但是有些我們好像做，可是我覺得這樣是更好的啦。哎呀，同時段也讓他們疏解他單一個人作業的壓力啊。特別多。大概拉縮了啲，大概。第二個咪做噃。已經88歲相旁嘅阿伯婆。頭從年行去照顧一啲有強度智能有問題嘅太爺奶爺，前一波嘅老人家幫到嘅，協會趕緊來看佢嘅情況，看到有人來看佢，不卡一下鬧熱嘅起來，看到有小樣嘅阿伯婆，馬納多一定歡喜。你係現況專用因嗬，你看兩老阿妹嗬，叫做拉嚟抬高，嚟提抬，2個攏殘障，那媽媽是智障。啊，大哥，你剛才你有感覺到了哈，他那個是精神上有一點障礙，但是唔係太嚴重啦。不過厝係已經照顧你嘛，講實在2個攏總係老人家咧，一個68歲，一個88歲，啊，就像喺差檔那邊介紹樣嘅，一個殘障照顧另一個殘障，老的照顧年比較不老的。協會喺鹿野鄉做關懷嘅工作已經有12年咁久嘅。理事長齊坤明就講，鹿野從彭阿婆安尼需要照顧嘅家庭係一定多，有實從照2點零整合型嘅關懷店，對佢哋來講，就像學習一滴二間路。唔過就係因為了解到菜地安尼需求一定多，我家家來做，一定從嘅行政流程接受面對佢哋服侍餐甜。那人家久旱呢，那好不容易有一點，我們當然希望立即就可以把它做到位，啊，未來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一段一階慢慢的走，因為太多需求者了，太多需求者。所以會覺得流程太冗長。真的是，你行路人也咩行路那種強腳。冇做腳好嘅，冇做。唔係講腳好就行人腳啊，你係看慢啲上電啊，你做一行去做幾行，咁樣做得。你睇兩沙相依為命呢，280比100。得唔得到風濕年來，齊坤明仲係當初嘅呢，先將個案自動嘅送到B點去審核，唔會從過去各單位各做各嘅減少嘅關懷嘅能量。這個申請基本上以前像這個案件，應該是由案主自己提出申請，大部分是這樣的。可是我們發現長照 ABC。在鄉下地方不可能是如此，一定都是由站上的人員或者協會其他的志工
伙伴们去发掘个案之后，去邀他进来。那申请的部分，他必须要按照流程走，审核要有时间，他还得来看过，不能由我们说了算。所以，我们现在 ABC 站可以这样链接起来，它是最棒的事情。好啊，你豆豆调，先调等我哈。廿8日从早2點啦，每周4球分組 ABC 3級來負責，再個透過相互聯絡、相互聽數，主動將4球送到任務卡，實際做到人會有感覺嘅長照服務。新豐鄉有一個陳奶奶。然後她其實是一個在西站接受服務的陳奶奶。那平常沒有過去以往沒有 ABC 的時候，她就是單純在西站接受服務。然後後來西站把她提申請進入 ABC 的這個服務裡面之後，我們的照顧管理專員就公文評定審核是說給她西站的服務。另外還要再加一個 B 站的一個社區復健，因為到 B 站服務的復健過程當中，它需要交通接送，那就使用到 A 的交通車咯。它週5的時間會到 C 接受社區關懷的一些社區活動，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ABC 串起來的一個很經典的故事。鹿野鄉整合片的照護點成立到廿下將8年天 ，ABC 各個點攏含唔前關，限體堅持。不過今年有共同的目標，就是希望所有的老人家，也是一代人帶一人，攏有人看顧。廿下鹿野鄉係東部唯一的示範點，推動人按上一條3年內係16個鄉鎮。攏來實整合片的長期照護點，希望每一個企業攏會有完整的服務。